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斌。今日咱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家己伫咧 Twitter 面顶讲，含伊牵手治疗武汉肺炎，实在是一条大新闻啊！尤其当伫咧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啊，尚未选举30天，关系到这个后届美国总统啥人来做？美国总统是 Trump， 敢会当来连任？有人讲这是10月惊奇哦 ，October surprise。这个 Trump 大选期间，其实哦，伊的查某囝伫咧这个社群媒体 IG 面顶哦，普文讲伊的老爸哦，真正无任何的这个代志，当主动伊替美国人民来做工课啦吼。卖咱看到伊吼办公的这个情形，其实哦，这面相吼看起来是无介好啦吼。但是这一个普文一出来吼，嘛引发到真侪人讨论。有人讲哦，是毋是东征票会加较侪啦吼？而且咧，咱嘛看到讲，其实川普3摆来播这个影片吼。第一摆咱讲到吼，伊伫咧住伫咧军病院的时阵接受治疗，这是第一摆。第二摆咧，咱嘛看到讲吼，伊个播文啊，伊讲啥？伊好真济啊 ，feel much better， 吼，my conquer 吼，这个武汉肺炎吼，感觉随时会当出院来去做些活动啦吼。所以这是伊第二摆播文，哇，定价咱来看到讲第3摆，真正要互这个美国人民也是伊这个支持者 surprise 啦。这个 surprise 上面，伊讲吼，其实吼，川普伊就坐车。第一点这个时间要离开病院啊，佮翕影片讲，虽然伊上即课，但是这个上即课了后，伊真正坐车啊，挂这个喙烟啊，其他的这个人都甲伊载出去亲像安尼一手，甲伊的支持者会讲我已经较好啊，但是安尼嘛引发到真侪人来讨论吼。所以咱看到讲住院的这个期间，竟然会当离开病院有专家嘛讲这伤过头危险不过嘛因为这个 Trump 治病真侪种评论，有东征票的，有阴谋论的尤其当地咱讲的这个剩1个月之对美中冲突也好，还是讲全球这个冲突热点安怎来影响？今日咱做回来讨论。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坤如。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来宾邀请中经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三位来宾邀请时代力量媒体创意部主任刘树杰。大家好。首先，咱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真正是 October surprise 这个 surprise 就是讲美国总统 Trump 治病，但是咱今日看到伊这个动作，就是一手向伊的支持者离开病院这个动作，嘛引发到真侪讨论，先做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伫咧随时直接离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并且伫咧车内向病外口的支持者下手。伊家己伫咧出发前，伫咧推特发表一段录影，讲要互大家一个小惊喜。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讲，川普坐伫咧车内有挂水烟，想要展现家己有关健康的模样，不过呢，现在已经造成随行人员感染的风险，显示伊对这种病毒有高度传染着、有致命性等严重性的理解也阁无够。华特里德一位医生批评，伫即马共这随后拢爱隔离14天，同时爱面临感染、死亡等危险。白宫发言人迪尔讲，这段过程拢有医疗团队确认用于进行，并且采取包括前个人的防护装备等预防措施。川普医疗团队伫进前才替伊检查肺，并且伫咧报告内面讲，过去几天，川普有2遍低接的肺氧浓度无够，接受强酸素，经过药物的治疗了后，即马已经有较好，评估上紧伫咧找个会当出院，登去白宫继续接受治疗。Yesterday, you told us that the president had been in good shape and fever-free for the previous 24 hours. Minutes after your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president's vitals were very concerning over the past 24 hours. I think his statement was misconstrued. What he meant was that 24 hours ago, when he and I were checking on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was that momentary episode of the high fever and that temporary drop. A couple hours later, he was back up, mild again. 伫最近甲川普近距离接触的人，包括共台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遍的采检结果依然是阴性。伊的竞选阵营的发言人贝茨也讲，拜登未来会定期接受体检，每一遍体检的结果也会公布给外界知影。也因为川普确诊，正伫咧国外访问的国务卿庞贝后，随时启程去日本，取消原本要访问蒙古加南韩的计划，加这边的亚洲行缩短，伫参加美、日、澳洲加印度的4个外长会议，讨论印太地区等议题了，有定伫咧找到要登去华府。记者综合报道。
咱看到其实全球吼，差不多8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吼，拢遇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 Trump 就是这个第8个，然后某人讨论讲吼，其实伊确诊了后吼，伊公布伫咧 Twitter 面顶，甲伊吼买手讲哇，伊特别好啊，特别好啊。啊，咱讲吼，上紧伫咧美国时间拜一的时阵会当来出院。有人讲哇，遮尔短时间是安怎就会当吼，互伊恢复啦吼，啊，会当来出院，是毋是即种是这个政治的这个作秀啦吼？嘛有真侪种这个讨论啦吼。咱首先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吴教授，咱来看啦吼，就是讲有人看到伊这个确诊的这个消息了后，啊，咱们看到讲伊其实确诊可能伫比伊 Twitter 这个公布的时间也搁较早啦吼，伫咧大法官提名迄天可能都这个群组感染，啊，伊可能嘛是一个超级的这个传播者，但是咧买手嘛人讨论讲，伊用的是一种这个新型的这个药啊吼，来互伊这个吼这个病毒吼会当较减少的吼，但是这拢引发着这个真侪讨论，你会安怎来看？我想大家对 Trump 伊感染到这个病毒咧，大家各种的看法啦，甲讲法。但是我想过去咱想讲，伊每一个拢会做采样检验嘛，安尼应该伊即马伊医疗团队会当去做疫情的调查，去了解讲到底感染的时阵场合是什么情形即我想应该科学上应该是无问题。当然就是讲伊做确认已经感染了后，身体，照理讲伊74岁，个体重较重，当然是对咱台湾来讲，这是较危险的族群。伊应该较有机会会变做重症，是，对于健康各方面有较大的威胁。当然，即届伊有用即摆拄仔咧做一期临床实验的即个新药个我想伊有个继续做即个治疗，目前临床实验证明讲较有效的即个德瑞西，瑞德西德嘛，迄个药所以是咪安尼当然，我想伊是离美国总统美国的医疗水准，我想伫咱世界上来比，应该足悬的国家所以伊另外受到什么治疗是啥，咱是无清楚啦但是看起来伊目前依照目前看起来，虽然你面色看起来是无介好，但是看起来体力那像还佫会堪袂安尼OK， 其实川普若是真正好起来，其实代表种无共款的这意义尤其咱看到讲过去这个元首若是好起来，亲像这个英国的这个Johnson 伊好起来了后，代表讲英国会当顺利来去运作伊的这个国政也好啦美国这回是拄着咱讲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有人讲伊过去就是民调无介好，所以才来舞这招，但是这对伊来讲真正嘛是无公平，伊真正若受确诊就代表是伊真正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影响毋是跳过伊要影响媒体，但是真侪动作就引发到真侪讨论咱嘛先来看到讲其实这个 Trump 病情，这个信息头顶，咱头段嘛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咧讲啥这个白宫也是讲医疗团队前后讲的有小可颠倒，有小可争差啦咱嘛看到讲10月初日是其实咱头段嘛讲到，伫咧 Twitter 头顶宣布伊确诊开始隔离啦2摆这个血氧浓度下降这个喘袂快。是讲较疲劳啦、发烧，这镜头，咱嘛看到讲是毋是当阵病毒率就是较悬另外嘛是讲真早进前就知影确诊，但是伫10月初2，伊才伫 Twitter 头顶家己来公布其实应该是安尼咱嘛看到大法官提名的时阵迄个部分，咱嘛看到迄当时差不多7个人至10个人来确诊所以代表讲迄个部分已经有群组感染的这个情形出现。咱看到10月初3的时阵，这医疗团队就讲，过去24点钟就无发烧咧，嘛无这个喘气困难只有嗽啦失片啦也是较疲劳，但是这拢豆豆来缓解。敢若有这个血氧浓度较正常，嘛无使用到这个散素的这个辅助啦但是有记者就开始问讲，是毋是用到这个散素的这个散素桶医疗团队就无讲，即阵无咧使用，就是讲回避这个媒体的这个反应另外10月初3同款，头拄咱影片内底嘛有看到，医疗团队讲过去24点钟状况是较好的，但是白宫的这个幕僚长讲，过去24点钟情况佫较歹需要散素来辅助啦嘛是讲医疗团队讲这是足短这个可能有死角插去啦几啊点钟了后就恢复变做是轻症所以咱们看到讲今仔日10月初4
川普会当离开讲医学中心，学到真侪这个疫情的知识也好，伊嘛学到一课啦吼。啊，医疗团队嘛讲，川普的健康状态已经到达哪来哪好，会当来出院啊吼。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咧看到这个川普这个治病这个消息，应该看起来是有科学这个根据。但是安怎去面对着咱看到 NCC 的这个 CNN 的这个批评啦吼，也好，也是讲这个各种美国当地媒体拢对这个Trump 有真严的这个批评，你安怎看？因为最近大选美国的大选选过就是做竞争足激烈，有影所以认为川普。是毋是讲伊明明知影家己有这个危险性，也无来提早来讲，所以有一种的阴谋论啦。OK，不过我想讲，伊做一个美国的总统，咱爱知影伊的个性。伊的个性虽然讲是爱冒险，OK，坚持己见，但是因为他是足勇敢，然后冒险，然后负责任，所以这个伊的查囝有安尼这个。相片啊，就是讲伊的爸爸虽然讲是破病，但是阮也是都认真的拍拼。所以咱会当看起这个时间，就是讲你逐日都有检验，并无代表讲你今仔日检验问啊，达到无问题。所以这咱阮爱知影讲，这个伊是毋是有讲白话话？讲白话话，这个是介重要。是毋是伊辩论的时阵已经知影？还是讲伊辩论了，伊较知影讲伊家己。有这个对武汉的肺炎，所以咱来看这个有无共款啦，无共款的这个支持者有无共款的意见但是一般讲起来，差不多70%是认为讲川普伊做了无够，伊做一个美国总统应该更较负责任，来防止伊家己本身，因为伊家己本身是一个足大一个国家的总统。唔惊，这个美国受到影响，其他国家拢受到影响。伊应该有较大的责任。有影吼，较大的责任。尤其咱嘛看到讲吼，这真侪层意义啦吼。Trump 对着武汉肺炎，过去拢讲啥？武汉肺炎或者是 Chinese virus 啦吼。尤其对着这个 Chinese virus 时阵，这阵这个 Trump 得着啊，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咱继续来请教这个 Jerry 啦吼。这代表什么意义咧 ？Chinese virus vs versus 这个 Trump。川普伫10月2號伫 Twitter 頂頭來宣布伊確診這個新聞馬上就是咱全世界新聞的頭條啦。Headline 我感覺講這上大意義是講，因為川普正正伫美國國內是有批評講，你傷過輕忽，太過輕忽這個疫情啊結果即擺你家己去釣到，你家己去中標所以講咱講有一個笑話就是講，伫第一擺即個美國總統大選即個辯論了川普講即個辯論的即個過程非常使人失望啦，就有伊的幕僚就甲講報告總統，我講你愛 be positive， 你愛 be patient， 你講你愛較正面積極的，你較有耐性的。但是這個 positive 跟 patient 就是講，你愛有檢測陽性，你要成為一個病人。川普就講 I got it， 我懂了。另外一個就是講我中標了。所以這就是講川普的這個中標伫全世界是一個非常大的代誌。我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就是講伫川普伊伫 Twitter 頂頭講伊確診了我馬上伫我個人的面冊頂頭寫講這對於 Trump 伊個人的選情是加分的。我馬上就安尼講。為什麼有兩點？第一點是目前全美國對中國是非常的不滿。因為這個Chinese virus 就是中國病毒嘛，所以今麥喺美國，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中國不滿這個比例攏比4年前、8年前佫較懸。所以今麥一個美國總統因為得到這個
中国的这个病毒吼，所以咱规美国的全美国的人民会对中国个非常的反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有同情票，这个台湾是相共的吼。这个一个要选总统的候选人吼，因为这个带领这个国家啊，结果去较紧吼，或多或少拢有一个同情票伫遮，所以我当时就伫遐咧分析讲吼，这个对川普吼。选情是加分，虽然安尼讲真不厚道吼，我无可能讲川普是为着伊个人的选情去较紧，但是结果就是讲对伊的选情是加分的。结果咱看即卖上新即个美国的民调去显示吼，6大摇摆州，Trump 伊的民调拢逆转。所以。甚至有民调讲哦，川普在最后会230张选举人团票，伊也赢拜登哈。美国这个选举人团票这个制度吼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川普是。当然啦，这里投票够有差不多要加个月的时间，所以够有变数。但是目前看起来，川普要赢的几率是有增加。OK， 有增加啦吼，咱等下继续来请教这个民调这个部分。但是我先带大家来看讲，咱所看的这个民调吼，虽然有起色啊，这个川普倒赢吼，但是伫咧 6 state swing state 吼，就是讲吼摇摆州的这个部分，冇人讲吼，以后做战场州啦吼。咱首先来看讲这个 Reuters 吼。路透伊所做的这个民调，是线顶的民调吼，差不多是1005名这个美国人的这个18岁以上的人来去做答复的吼。其实一只吼，伊还阁是维持着这个拜登吼赢这个 Trump 有10%这尔济啦吼，差不多1成这个票数。但是这是咱讲的是这个线顶的这个民调吼，是赢10%，但是咱头拄嘛讲到 ，Jerry 嘛讲到，可能伫咧6这个 swing states 啦吼。差不多有1%啦吼，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应该是差不多4%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咱讲选举人票吼，这个预测啦吼，差不多是320票对218票这样济啦吼。咱看到伫咧六大这个 swing state 内底吼 ，Trump 支持度来领先4%，这代表是啥物意义呢？咱先做伙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这个卡刀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外界就有人晓疑这是 Trump 的口欲计。不过学者认为，伊出这招的可能性无悬，因为爱承担真大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到伊的竞选行程。民众对他不会因为是蓝衣而觉得应该同情的投票给他，反而会从他身上去追究说，那为什么美国疫情如此的严重，不就是川普他没有好好去控制疫情所造成的结果吗？根据美国民调整合网站 RCP 10月初4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有关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且阁输8.1%。学者认为，川普若要并盘，恐惊有难度，立场较外中的州会是关键。川普就希望这些小党说不定会愿意就是来继续他们的始终者会就是投党不投人，能够在这个摇摆州，譬如说宾州啊或者。Wisconsin 或者 Michigan 能够赢，这种不无可能。学者表示，美国这摆选举因为疫情、美中贸易战和种族歧视的事件存在未少变数。不过，川普伫咧4个立场较外中的州，民调平均拢领先拜登1.5%，有要外4成的铁票，支持伊守护传统的价值观和重视社会特殊的主张。到底大选的结果如何，就要等11月初3才通知影。记者民警张随台北报道。咱看到美国选举的制度是这个选举人团制啦吼，其实就是讲吼间接的这个选举，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规个这个整个爱270票以上吼，才会当来赢。咱头拄嘛讲到6大的这个 swing state 吼，好多战场州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 Florida 吼，佛州也好，啊，个 Wisconsin 啦吼，个 Minnesota， 个 Iowa。另外还有什么？还有 Pennsylvania 应该有20张票啦吼，20到20，还有这个Wisconsin、Minnesota 10张，Iowa 有6张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其实还有真侪州的这个变化，其实拢代表讲可能会小可有定档吼，这个民调 Trump 会倒赢吼。但是这个部分到底民调有准还无准？其实咱头拄有看到。这个 Reuters 这个民调，嘛有看到讲其他的这个机构所做的吼，咱佫先继续请教 Jerry 吼，这个民调的这个误差也好吼，安怎来去解读的？
因为这边离投票都差不多要正个月啦，所以所有这民调拢是做参考啦。但是有一点咱爱知影讲，因为即摆这疫情的关系，所以最后一个月这个战场都是伫社群媒体啊。OK。因为这两个候选人拢无法度去出席较大型的这实体这个造势的 rally 嘛，对不对？所以讲最后一个月都是看这社群媒体，所以拜登伊其实伫2天前有一个信哦，伊讲这个不管你是支持我还是你反对我，我拢会代表恁，因为我的太太会变做美国的第一夫人，啊，我会做美国的总统。伊其实我看无伊是安尼要安尼写，因为伊的对手大家宣布较近，啊，结果大家拢去甲安慰，啊，你去发一个推特讲啊，我会做总统，我的太太会做第一夫人。看起来真插目啦，我感觉这不是，不是做 clever， 不是做聪明的做法啦。我感觉迄个推文是醒悟啦，伊醒悟了，所以你看这2天上新的这个民调，咱都在看讲这6大摇摆州，是有一寡反转啊，但是民调是随时都有可能去做变化。你比如讲，今日这个川普坐伫车内底，甲大家咧手，啊，讲伊安尼，敢若讲他又重新的恢复，啊，民主党即摆都咧甲攻击，咧甲拍讲，你这总统你人哪安尼？你明明家己当然较近，啊，你含住你的司机，啊，你的幕僚坐伫头前，啊，你坐伫后壁，啊，虽然有挂喙烟，但是你的幕僚、你的司机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去互你去念着？拢是风险伫咧啦。对啊，目前白宫针对这个伊安怎去防护伊这个司机甲幕僚，嘛无一个说明。OK。所以这嘛是有可能是变做一个信号。所以尾啊，上尾这28天一个月都是拢看这社群媒体的操作，这个风向要安怎看？啊，我咧看是安尼，就是讲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个健康拢是最高机密。是，你爱讲咱像台湾咱过去咱不管是这个蔡总统阿扁也是马英九，每一当总统去做体检结果拢是总统身体非常健康嘛，对不对？你纵使有淡薄啊，有一寡个案啦，你嘛是袂当讲嘛，更何况美国的总统，你若讲去宣布讲啊，这个总统病情恶化，这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啊。所以美国总统这个健康绝对是国家机密啊。所以你嘛去看着讲这个川普伊个人伊较近了。到底伊身体健康是安那？我感觉讲迄医生是绝对无可能讲全部的事实。OK， 真正变做是一个袂使讲的秘密啦吼。所以咱头拄有讲到这个 6 swing states 啦吼 ，Minnesota 这个咱讲这个Wisconsin Michigan， 还有 Iowa， 这个 Florida 还有 Pennsylvania， 这6个这个咱讲决战场啦吼。过去咱嘛看到讲伫咧决战场头顶虽然这个是 winner takes all， 这赢的人全部拢互伊摕去啦但是咱看到伫咧前一道的这个选举 ，Hillary 是赢这个 Trump 这个票数差不多有287万票啦但是伫选举人数的这个人票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迄当阵 Trump 是摕到304票这个 Hillary 伊敢若摕到咱讲的差不多是这个207票尔所以咱要来解读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民调，虽然即阵看起来民调。咱讲的这个拜登也是较赢面的，但是尾手这个普选的票虽然较悬，但是尾伫咧 swing states 内底可能这个 winner takes all 的这个结果，可能 Trump 会当连任。咱继续搁请教吴教授。我想，即马就是讲，因为 Trump 这离开病院嘛，伊要等于白宫办公，是当然一定会想办法要出去做事啦，伊个个性一定会想办法要出去做事，要出去。从事各种的竞选活动嘛，所以伊一定是重视这6个州啦。必然这个情形之下，就是讲免啊伫这个过程伊医生甲做传染病的人员免啊来保护，互伊卖会当做竞选活动。OK， 但是佫叫人保持适当的袂使挖伤近，伊出去一定爱带喙风，互伊伫从事。这竞选活动的过程中，袂当卖过去
传染较侪人，吼，莫传染较侪，安尼可能较有法度啦。啊，无伊即马照你讲，你要即个时阵要叫伊防关伫别中，莫出门吼，我想足困难的啦。伫即个伫选举前，离选举前吼，无甲一个月时间，哦，我想咱看川普policy的即个个性吼，啊，要甲关伫别中可能足困难，一定足希望出去吼。从事这个竞选的活动嘛，所以这个情形，我想啊，美国这安全人员可能爱想办法替伊做好这个工作啦。啊，莫讲吼，互伊咧竞选的过程，佮互这群众吼会当去传染着。我想也吼，出去从事竞选活动，佮互群众传染，我想这个物件会互这个媒体也是讲批评我党，嘿，一定造成足大负面的影响吼，安尼颠倒互伊要选调球变得较少，所以我想这方面应该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啦吼，头拄咱咪讲着吼，亲像这个 CNN 也好啊 ，NBC 也好，其实呢报道拢是吼讲吼，这个 Trump 这个动作非常无适当啦吼。但是咱头拄嘛咧讲着这个民调这个部分，咱嘛讨论着讲2016年这个 Hillary 甲这个 Trump 咧做对决的时阵 ，Hillary 当阵摕到这个207票 ，Trump 是这个304票，然后做这个 electoral group 啦吼，这个选举人票，咱头拄嘛问着讲吼，到底这个普选这个这个部分吼，可能票数咱头拄也看到，这个拜登的这个民调可能较悬，但是当到这个选举人团这个制度的时阵，可能这个 Trump 如果要倒赢，咱继续搁请教。开始有影有这种记录啊，吼，咱知影这2000年这个小布希甲这个高尔，所以高尔是赢到这个普选票，吼，但是。并不是讲你赢到这个普选票的一定会做美国总统。亲像这2016年希拉蕊，他的普选票是较济，落尾颠倒是川普来做美国总统。咱知影这个美国有一个制度啊，选举人团是选举人团哦，这个根据每一州的人口是每一州的参议员人位这个人口。有多有少，个这个 DC 加起来，拢总差不多538票，538票，咱会当咱来看，任何一个人赢过270票，伊一定是当选。所以伊即届的选举内底，川普伊的幕僚，伊介大的幕僚，上大的5万啊，就是讲269对269。哦。咱讲有安尼平手，川普都有可能赢。OK。但是咱即摆咱看到这个民调啊，这民调美国做民调有10几间啊。拄仔咱讲到 ABC、CBS、NBC 有足济有这平面的，有这电子媒体，有智库的，所以到即摆为止啊，大部分这个民调都是拜登。领先差不多6%到8%啊，好，所以川普他是一个比较这个 underdog，OK， 对，所以你安那为这个逆转胜啊，就是咱看这个美国的选举，搁未来这1个月来底，川普一开始不是讲完全都无可能做连任啊，但是伊的百分比有较少，咱讲拜登是65%。我讲川普差不多35%，65%到35%，嘿，会可能性啊，所以阮也是爱看这个未来这个月内底，有足济每一天伊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每天的变数还阁真济啦吼，尤其咱看，亲像这个 Trump 这个动作吼，伊任何的动作拢是伫伊的这个 Twitter 先这个发布啦吼，所以头拄啊，这个 Jerry 嘛有讲到。这个任何的对决，可能也是伫咧社群媒体啦吼。伫咧社群媒体的这个操作，头拄啊你嘛有讲到，这个拜登这个动作非常无适当啦吼。人拄啊确诊赢，你就来讲吼，哇，我的这个看守，我的看守真正要变做是这个 First Lady 啊吼，真正这个民调吼嘛有较差去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真正 Trump 那伫这个11月初3进前吼，真正是有各样有安怎去啊？美国
安怎来去做任何这个动作来做应用吼。应该来讲吼，11月初3这个总统大选的投票应该阁未延前啊吼。尤其咱讲吼，即阵已经有几个州开始咧做投票，差不多有220万票已经吼透过这个通讯的这个投票来去进行啊吼。所以就算讲吼，共和党吼这个多数的这个10位的这个联邦参议院决定要延前选举吼，在野民主党多数的众议员嘛反对啦吼。所以咱看到，咱先请教这个 Jerry 吼，美国的这个选举实在较趣味啦吼。这回11月初3，这个虽然未延前，但是若是真正这个候选人伫咧选前死亡，有真侪种可能吼。所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甲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拢规定，要求党员爱选出一个候选人啊。但是今年来讲，未赴伫咧投票日进前换这个候选人啊。所以这个对决永远是 Trump 和这个 Biden 啊吼。但是 Trump 真正若是过身。哦，还是真正各样啊！其实这个买手可能是这个 Pence 爱来去做有责任啦吼。继续来请 Jerry。今年总共较特殊啦吼，所以因为伫较早的选举吼，副总统候选人通常都是配角，但是今年有可能成为主角。就是讲，不管是这个 Trump 还是这个 Biden 啊，因为其实 Biden 比 Trump 更较老，77岁，伊77岁，伊比 Trump 更老3岁吼，所以吼，这两个人拢是有可能伫这个新冠肺炎这个危险群，都是所谓高危险群啊，所以。拜登这个副手哦，这个Harris 哦，一个非常少年这个议员哦，伊形象是嘛是算袂歹。大家嘛是有咧讨论讲，若是有一天拜登伊若是有当选啊，伊无法度做这任做煞吼，有可能这个 Harris 会变做全美国。史上第一个吼女性的总统啊，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这个川普伊即摆已经有较近啊嘛吼，啊，这个 Pence 伊的角色嘛是非常的重要。吼，所以照美国的法律即摆安尼来看，伊是无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吼，咱讲毋知影讲，若是讲选举了啊，伫要就任正正，还是讲这个川普还是拜登伊的健康有任何的状况，啊，这要安怎来解决？目前是讲毋知，当然阮是希望讲吼，这是咱讲吼，所有有较近的人到尾拢会当成功的康复啦。所以你买都可以看到讲，咱讲拄仔讲这个社区媒体这个操作，就是讲川普一较近了，你看这个习近平、华春莹。啊，还有这个崔天凯，崔天凯就是美国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啦吼，甲崔天凯、普丁，甚至这个金正恩，拢公开来祝福这个川普要早日的康复。啊，咱看咱蔡总统甲这个咱著名这个大使比起嘛，这个萧美琴大使嘛，拢是公开祝川普爱赶快康复哦。唯独这个拜登吼。发一个推文讲啊，我会做总统，我太太会做第一夫人啊，所以我这是 it doesn't sound nice， 这是看起来是听起来无介好啦吼，成功啦。啊，川普伊嘛知影讲吼，最后这个月的这个关键都是伫社区媒体，所以讲伊的查某囝Ivanka 吼，伊毋是有放一张相片，讲阮爸爸虽然讲即摆较近，但是伊嘛是咧办公咧，伊嘛是咧批公文咧。Relentless 吼，无怨无悔哦。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止阮爸爸来为美国人民来服务啦。所以伊拢知影讲，最后这30天都是伫社群媒体，也有一个风向，就是讲阮爸爸身体非常的勇敢啊。伊虽然讲伊较近，但是伊嘛是会来为这个国家来服务。上届这个近期就是这个川普吼，伊今日有发一个影片，伊就伫来讲吼，即摆我个人我中标，我较近，这是非常好的一刻。伊讲这是一个学校，这是一个school。伊想伊要安尼讲，伊就是讲，因为知影讲伊过去伊去用批评讲啊，你都是伤过骄傲，你讲你是让我们挂喙干，所以讲你怎么家己去中标啊？所以伊家己的姿态放得很软，放得足低。伊讲这是一个学校，我上了很宝贵的一课。所以这全部拢是这社区媒体的操作。社群媒体的这操作吼 ，He did learn a lesson 吼，真正吼得到这个教示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真正的，就是讲吼，咱嘛毋望讲 Trump 会当
较好的来当恢复吼。但是有真侪种讨论哦，就讲吼，若是这总统候选人赢了吼，来去希望的话吼，目前也无这个国会也无这个状况来去解决吼。另外，伫咧1月20吼，就职进程吼，总统当选人也是希望咱头嘛讲过啊，可能就是由这个副总统吼当选人伫咧1月20来去宣誓就职吼。当然，咱嘛希望讲 Trump 会当伫遮吼。真正顺利来去恢复，但是真侪种讨论，咱拢爱去好好来研究，尤其对着台湾好、中国也好啦真侪人咧讨论就讲因为这个 Trump 治病，所以可能这个美国家己都管袂好势啊，这个全球的影响嘛会豆豆来出现啊，尤其全球热点的这个冲突，美国较过去甲这个中国两只火车头真正相战甲台湾可能嘛是一个牺牲的这个重点先来个请教吴教授啦美国若是甲中国最近看起来，因为这个 Trump 治病，可能较和平、较好去啊但是这个 Trump 治病，咱嘛看到讲，可能有一寡这个区域也好啦，一寡这个较无平静的所在，佫豆豆有动作啊。你安尼认为无？我想看来，为目前来看，并无有这个情形发生啦中国对咱的做威胁一直拢存在嘛，伊无人机嘛拢照咧飞咧所以并无安尼啦。并且美国，你看因做伫川普较正以后，因有两只这个做会当控制做核能武器的无人机飞起来嘛所以这就要世界知影讲，虽然因为总统做身体即马又看有无爽快，但是做因各种的这个军事各方面的做行政指挥拢也是正常运作。我相信准有个国家想袂开要做想讲趁这个机会来发动各种的威胁，还是甚至发动战争。我想这个时间并无定唔是最好的时间，颠倒做较紧造成双方面的冲突我想对台湾这个时间我想无几日前顶礼拜我想伫做立法院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立法委员接顺的嘛是讲看袂出对方有啥物任何军事的动作要来发动啥物战争嘛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大家拢足谨慎嘛足注意要准备有人要借这个机会来造成冲突所以颠倒这个时间乌白叮当颠倒较容易冲突啦。我想看起还好，目前看起即摆观察看是抑个各国要维持正平静的这个动作啦大家安分无做啥物超过应该爱做的工作还是讲条例要威胁台湾我想目前看是还好啦，当然大家拢继续咧维持这个这备战状态嘛这个物件，我想伫台湾嘛是安尼头早吴教授讲可能这个部分可能抑个平静，但是也有人咧烦恼讲其实伫咧这个中印地区啦还是讲这个咱头段嘛讲到，虽然这个台海吴教授讲可能较平静，但是咱看了攻击嘛是共款伫遮起雾空啦但是这个真正若是 Trump 一直无好，还是讲真正好啊？伊是毋是佫会拍这个美国甲中国这场牌咧？反中这场牌，你认为无？咱知影这个川普伊即届得到这个武汉肺炎，我想讲伊较早的立场，就是讲要求联合国一定要就责 ，OK， 要求其他民主的国家一定要调查清楚，是毋是这个病毒是为中国印出来？是，所以我在想，川普对中国的印象会因为伊个人治病。颠倒佫较无好啊！有影。不过，咱阮也袂使讲100%是个人的因素啊。是。我最重要就是讲咱知影美国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讲总统、副总统、众议院的议长，是。伊都有这个宪法继承的程序。OK。所以以这个尼克森政府尼克森是被弹劾。是。还没有投票之前，他先辞职。但是他的副总统安格纽也是被弹劾。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福特这总统为众议院的议长，这副总统。期待这个安格纽。当这尼克森
要被弹劾，他又变成美国的总统，所以有一个制度，这制度我相信美讲和美国无法度以任何一天，任何一个小时里面完全失去这个控制。OK， 所以不管是川普还是这个副总统，Mike Pence， 个其他国务卿Pompeo， 有足济12个这个班次伫遐啦吼。因拢目睭放足大来看这个危险的地区，不管是台湾海峡还是其他的所在。所以其他这个接班的人拢看好好啦。是。OK， 这是咱讲教授这个意见。尤其咱讲过去咧讨论时阵，咱讲 Azar 伫咧8月来台，大家毋是伫遐算讲伊是接班的这个第几人次。可能排到迄当阵12啦吼，但是咱看即阵，头拄啊，这个咱看咧，这个林教授讲的吼，就是讲 Trump 若是真正无法度吼，继续伊总统的这个任务，其实这个接班的这个动作拢真好势啦吼。副总统会做代理总统，若是真正这个 Pence 吼，真正嘛是治着病吼，无法度继续伊这个义务由这个众议院吼，即阵是这个 Nancy Pelosi 来去代理这个总统吼，这咱就看到讲。其实对着这个区域的这个政治来讲，还是讲区域的这个平衡来讲吼，毋拿这个川普吼，也有这个 Pence 嘛看好好。另外咱讲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啦，咱看到这个 Pompeo， 伊即阵虽然伫咧亚洲这个访问，伊嘛要缩短伊的这个行程吼，所以这个接班的这个顺序拢排甲真好势，所以真正伊就是目睭看认真看人啦吼。真正就是讲区域的这个平衡，到底可能有都会这个伫遮当一个有咧扰动的，伊拢会美国拢会看甲真注意这个 Jerry 敢安尼认为？我感觉是安尼，就是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制度化的国家啦。但是真趣味是这 Nancy Pelosi 是民主党的，伊个人是对川普非常的不以为然呐。所以那是正经有到迄步到迄讲就是讲有。Pelosi 来代理总统是非常趣味的代志，就是共和党变民主党，对，就是共和党变民主党来做总统啦。但是这可能嘛无偌久啦吼，尤其这个选举的这个12月初3到1月20进前啦吼，真正这个可能这个短期啦。对，这当然是短期啦。不过就是讲未来美国的总统可能对于这个副手的人选会更较重视啦。OK。特别是这个川普甲这个拜登拢是74岁甲73岁，拢是非常的年长。所以你看今日《纽约时报》有一个新闻的报道，伊就是讲即便川普伊确诊其实有一个很最严肃这个议题，就是讲是毋是全美国有真侪老人，伊其实有确诊，但是伊无镜头，拢毋知。才有即马即个状况嘛，因为即个川普伊本地伊刚开始伊嘛是无啥物镜头嘛，所以到底是要安怎去甲即个较年长的较年老的即个老人，但是无镜头，把他们找出来，这嘛是一个问题啊。有影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伫咧顶礼拜即个总统辩论的时阵吼，其实2个人吼，伫咧亲像即个高中学生安尼吼，骂来骂去，吵来吵去啦吼。迄当阵就是为着即个武汉肺炎，大家有咧挂喙安无吼，伫遐修正来修正去。尤其即个川普安怎讲吼，川普就是笑讲吼，拜登你就是规工挂即个喙炎啦吼。其实即个拜登嘛讲吼，你就是因为安尼啦吼，即个美国疫情守无好势。20万人来去死亡啦吼，但是 Trump 嘛讲吼，若是你这个 Sleepy Joe 吼，拜登吼，若是执政，美国会死200万人啦吼，所以这就是头拄啊 Jerry 咧所讲的，因遮拢是高危险群，但是咱看到 Trump 因为过去无挂这个喙炎吼，治着病。但是咱嘛看到讲 ，Trump 嘛认为伊的对手其实就是无遐尔有才情，无遐尔有才调来换即个当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武汉肺炎即个 Trump 治掉了后，其实全球即个经济可能嘛是受到小可即个影响吼。虽然讲即个3大指数有较落啦吼，但是咱看顶礼拜即个股市也好，拢是较小盘个回起来吼。这代表是啥物意义？咱先请教咱的林教授。即几日。川普这病院内底啊，伊上关心的就是这个美国的纾困啊。OK， 因为众议院已经通过，但是参议院小可有点仔意见啦，所以伊就特别来加这个参议院共和党的议员来沟通就对。希望这个纾困会当早一日来通过。是，咱知影讲美国的选民因
第一重视的就是经济，有影，哦，这经济是介重要一个一个议题的对。啊，这个疫情差不多排第4、第5。OK，所以疫情要排后边。嘿，啊，经济个甲这个什么时候要复工复产，各有足大的关系。所以那咱看伊辩论的时阵，因两个就是讲吼，是不是要封城 ？OK， 还是说这个经济要早一点恢复？所以一当看起这个川普。伊即马面对的是足严肃一个问题。是。伊2016年伊来选总统，唔是足侪人对伊有100%的检验。有影。但是2020年他要连任，已经做4党，这4党内底有足侪国际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对这个川普的印象唔是上好啦。啊，美国内底。有足侪反川普，是唔惊民主党尔。共和党家己党内嘛是。是，所以伊一定爱有一个足好，将这个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纾困，让早一日慢慢把它带向一个正确的道路。会咱看起，川普比拜登，他花比较多的精力、精神，伫咧纾困头顶。伊足侪代志内底，OK，伊有足积极安尼来拍拼。所以咱若是回过头来讲啦吼，其实当阵咱看到 Trump 吼，有对中国的这个禁令也好，对欧洲的这个禁令也好啦吼，伫咧辩论头顶，咱嘛看到讲吼，若是这个 Sleepy Joe 啦吼，伊拢叫吼，这真正要爱困眠的这个吼拜登吼，真正就是比大3岁这个老人吼，伊拢安尼甲伊称呼啦吼。伊讲你真正无才调啦吼，若是你来做，美国会死搁较侪人，头拄咱讲的死200万人。若是讲吼，伫咧恢复经济头顶吼，你嘛是无才调啦吼。但是咱看到对选民来讲，咱看到这个辩论来讲吼，尤其嘛是设伫这个疫情头顶来讲啦吼。另外嘛是对于着这个经济来讲，头拄林教授已经讲到，这个纾困的方面，也是讲这个 Trump 伫咧各方面拢做甲真套路真济啦吼。拜登若是真正做总统，也是讲吼伫咧进前，若是互伊做总统的时阵，这个选举敢有变化无？我想还主要经济问题嘛吼，那还是为着经济问题，所以做川普吼，伊就开始提早开放吼但是包括大学内底，伊嘛是讲要求爱实体教学吼。OK。这物件会造成政治战嘛吼，美国人足侪案例出来。当然，川普开始一个生意人，伊目的就是要。做创造较侪就业机会嘛，因为过去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阶层的这个白人吼失去机会，尤其制作业吼，这些拢刷去中国嘛。那做因这中华阶层的白人，这种失业，所以这嘛是吼，川普伫顶一届2016年可能会赢一大的原因。这届我相信川普嘛是用经济吼要来。希望佮得到连任，因为这届这个肺炎的问题吼，就互伊受到要连任这大的这个阻碍吼，所以伊足无欢喜伊即马当然一定积极吼，会杀经济安尼嘛吼，出较济力啦吼，较济力，所以当然伊也选调经济应该吼会佮继续发展啦。当然即马因为因收一个银票出去吼，即马未来。这个纾困各方面拢伫咧赢银票吼，即马利息佫足低，所以未来是咪造成物价起嘛吼？其实中华阶层等到，因为有钱人伊本来当做一投资尤其即马科技吼，科技的物件吼，拢起干呢，物价佫起，对中华阶层其实可能安尼有影响啦。这方面咱爱观察吼，当然即台湾嘛是共款。但这边的疫情当然对各国的经济确实拢有影响。伫未来要紧来创造这个经济，互伊紧复原，其实是美国新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有影啦吼，就是顶回咱看到是2016年迄当阵 Trump 会赢吼，其实真济真大的这个吼支持者吼，拢是来自过去这个工厂刷过去这个中国人。伊即回嘛承诺讲吼，我要将我这个较。这个工厂自中国刷回来，所以这吼虽然伫武汉肺炎疫情内底，和这个供应链这个定做啦吼，嘛是川普可能有效的一招嘛。我感觉是有效啦，就是讲吼，
美国总统是川普，伊伫2016伊上大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一次的伟大嘛 ，Great again 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其实伊即摆伊嘛是用这个口号，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是。美国总统哦，有一个非常甲台湾总统，我个人讲，甲台湾总统有一个上大的不同点，就是讲哦，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英雄主义的国家，是哈，它是很个人化的，他们崇尚英雄，就爱 hero 哈，所以你要做美国的总统，你要有迄个气势。我即马是要来做英雄，伊无咧像咱台湾讲爱谦虚，这什么温良恭俭让，伊无咧用这套的。我要出来选总统，我就是要出来做英雄，吼我要做英雄，你来选我做英雄，因是安尼一个文化吼。所以讲哦，你看这个川普，伊每次把伊徛出来，伊就是讲伊就有气势，伊讲吼，虽然跟我较近，但是 I'm getting well， 就我已经要康复了哈。今日哈，伊嘛知讲伊坐伫车内底安尼出来做巡视，伊会去用咩？但是无要紧，伊嘛是爱去用伊的这个粉丝去看讲，其实川普的这个健康是愈来愈好。所以这个英雄主义这个物件是甲台湾非常的上大一个不同点。所以讲过来有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本地这个 辩论会啊，够有2届哦，第2次加第3次哦，10月14啦哈，但是可能会取消哦。这起码够我们知，因为第1届这个辩论了哈，这个拜登因内部嘛是咧讨论讲奇怪，甲川普一个冤家，安尼敢有效？要改变这个辩论的方式哦。对阮啊无啥物帮助啊，甲陪伫咧算吼，因都是有咧讨论讲第2次、第3次 这个辩论敢卖取消，结果尾来去拄到这，因可能就有一个借口，就是讲因为第1摆这个辩论有可能会感染嘛，嘛唔知我讲伊幕僚是不是有较近，所以讲是不是为着这个健康这个因素，第2摆、第3摆这个电视辩论来搞取消，这我唔知，但是嘛是有这个可能，川普伊嘛是要去想讲，因为川普伊刚刚讲，伊即摆已经要控好啊，伊会当个出来做造势，所以川普伊可能会想讲，伊可能会 prefer 讲伊个出来辩论，因为讲伊只要伊徛出来辩论，气势滔滔，也顺便就讲，川普英雄是较真啊，即摆个会当出来做辩论啊，所以过来就要来观察讲，这第2次甲第3次辩论是毋是会如期来举行啊咧？有影啦吼，所以这个10月14原本按算第2摆这个辩论吼，是毋是会当继续来去进行吼，嘛是一个观察的点。但是咱嘛讲到吼，全球咧看这个川普得到武汉肺炎这个代志的时阵， 哇，真侪人都无共款的这个讲法。头拄咱讲吼，中国吼有当时吼是激点点吼，但是咱看到吼，这个华春莹其实吼，伊嘛是忍袂掉啊。伊虽然吼习近平有打电话去甲关心这个华春莹吼，嘛讲吼真遗憾听到美国总统和伊这个 First Lady 吼得到这个武汉肺炎吼是 positive 吼，嘛望因这个较早恢复，但是伊嘛讲啥？哇，伊嘛讲到吼可能这个总统吼希望这个美国人民会当吼 受到亲像 Trump 总统共款规家这个待遇啦吼，若是你得到武汉肺炎，这就开始有人讲吼，哇，这个虽然恁一只囝关心啦吼，囝关心，但是你其实是咧做口舌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吴教授啦吼。虽然中国即阵咱拢看到，哇，真正打电话关心也好啦吼，中国外交部嘛按捺好调，但是伫Twitter头顶这个囝关心带一寡这个口舌、这个气味伫咧，其实美中对下也搁只看到啦吼。我相信中国当然无希望川普继续连任嘛吼，因为做即摆美国对中国开始做敌意做迄个敌意做深的嘛吼，所以因当然无希望这川普继续连任，所以我想无听因伫半暝烧香拜拜的，要个祈祷卖吼，做川普连任吼，所以因当然咧讲做深爱话出来。但是我相信吼，做即马这药吼，因为德瑞西都已经本来就有上市新的药真正川普有效因这个临床的实验拢通过，我想真紧的时间尤其川普做鼓励这药做这预防下的上市嘛，所以我相信这物件真正拢会当上市，会当救出一个美国人，还是世界足侪人。我相信
川普一定做愿意去做啊，是啦所以这嘛是符合因讲的话啊。OK，那么看到吼，其实亲像这个俄罗斯、罗西亚这个总统普京啊，还有这个金正恩啊，还有这个 WHO 秘书长这个 Tedros， 拢其实吼嘛有一寡敌意伫咧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国内有真侪种声音吼，亲像这个叶玉兰也好，还是讲这个罗友志也好啦吼，伊嘛讲吼，各类考试，伊考试上讲吼，真正若是讲川普来甲台湾吼，伊虽然得着武汉肺炎，但是台湾检测嘛是阴性吼，这就是讲考试咱讲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拢无做到矫正。另外嘛有人讲吼，这亲像是过去这个阿扁选总统的时阵2粒这个庆字啦吼，就是讲这个阴谋论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其实人已经确诊啦吼，所以这个爱做人爱较好斗吼。上尾咱搁请教这个 Jerry， 安怎来看这两位这个发言？迄个国民党这个叶玉兰伊安尼讲是就不厚道的，伊安尼考试我感觉是，我感觉吼，国民党应该爱甲处分啦，处分哦，因为吼，你这美国共和党的幕僚看到一个中国国民党这个国会议员安尼发这个贴文，伊感觉讲，奇怪，你到底是亲美还是亲中 ？OK， 到底是亲美还是亲中？是亲美还是亲中？阮美国是咱是恁台湾的朋友呢，其实阮总统较近的，安尼甲阮考试。我感觉呢是足不厚道，这应该是爱甲处分。爱甲处分吼，今日是真正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拜拜。哎，刘记者，多好好笑，2条线。